2023年11月18日中午，香港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由柳冕主席、李遠大副主席及樊月枝營運總監帶隊，全體10台電動輪椅及隨行共21人，從香港出發過關，乘坐深圳港鐵到達蓮花北地鐵站，一行人員約過午餐後，在殘友義工和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到達殘友集團蓮花北數字科技產業基地，進行參觀交流。殘友事業創始人、殘友集團董事長鄭慧寧先生、殘友集團常務副董事長劉勇先生、殘友事業服務總監廖彩梅女士，分別和路向協會的新老朋友們憶往昔敘舊情。同時，鄭慧寧先生將雙方的深遠友誼及殘友集團最新的發展業態和各位路向協會的朋友們分享。路向協會的各位朋友對殘友集團的發展模式及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敬佩。本次參觀交流活動繼續譜寫住深港一家親的動人篇章。